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做兵做一年的义务兵，今仔日来入伍。全台湾北中南总共有670个新兵开始来接受着训练。啊，这入伍的新兵讲，入伍进程是真紧张，但是入来到营区了后，就加较放松咯。嘛对未来一年会当学到的物件是充满着期待。 1年级义务役首批新兵25号入营服役，台中成功岭的新兵们剃掉头发，正式开启军旅生涯。换军衫进前，先将头毛全部撸掉。日军2226梯670个新兵，分别为新竹关西、台中成功岭以及台南瓜田野区入营。 因为寒流的影响，大家拢穿真厚的衫裤来报道。军方也派出侦察毒品的狗仔来做检查，看出来对新兵重视程度。效忠国家，效忠国家，爱护人民，爱护人民。领完装备，换一束迷彩的军衫。自即摆开始，就是军人。为期8礼拜的新兵训练，为法治教育开始。过去规定伫入营1礼拜来执行，即摆改做入营动工的实施。 我们的8周的课程里面，我们会极尽所能，让干部有规定、有训练的情况下，完成各项课程的师课，但是严格并不严苛，让他们最后在结训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员。除了法治教育和政界训练，军纪训练也为原本的2点钟提悬到4点钟。 面对政界入伍生，也有上课习俗，军方也做好准备。而在整个接训的过程当中，在训练期间，我要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，并且按照课程进度去实施授课，掌握好各项的风险管控及危安防处。还是会多少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心情有点忐忑。但是来到成功岭之后，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，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。军方正式接训1年期的义务役，目标都是让每一个新兵在1年后拢会当正做捍卫国土的战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